多谢孟俊讲到乌道乌帮，就想到枪。新竹市市区就有人开枪，一个查某人不满了后壁的车一直甲四大钉，他们架落来，唔那甲骂，佮举这个空气枪共拍几下枪，造成对方的车，也就是这个钣金拢一空一空。嫌疑人目前已查获到案，初步了解是两部自小客车因闪大灯引起行车纠纷，嫌疑人持经初步检验不具杀伤力 BB 枪。 朝被害人车辆射击。为这个画面顶，使看到讲，这个塔门也好，这个钣金拢咧一空一空的枪指痕，这玻璃呢扫过了，袂输是芳修共款，真正恐怖。细单的嫌犯开枪原因，讲是因为伊本身排队是插队，和后壁这个车呢四大灯甲阻止，就呢真唔甘愿，才一直甲对后壁了开枪甲报复。目前警方已经将伊抓到了，依照恐吓罪、毁损罪等等的罪嫌移送侦办。